120年初推动客語教學，2年自由學教老人言，推動客語教學自由人言。劉家興教師。对于100年吼，你时节拄好鼓励民众教师，因嘛去干嘛民众呢？就想要鼓励安尼吼。教师时节就发现到，咱的客家中的生意呢，因的客法吼，拢唔会谈，拢唔会讲，差过多安尼啦。古时候吼，有想讲哈，看啲新闻就调查研究讲，咱的客家中的生意呢，吼，因为讲客家唔到上啦。古时候吼，你时节吼，那就去上天数吼，教啲客家话吼，请过来，教个客家话传承下去啦。哎呀，嘛实在讲，也係我哋面容客家肢體嘅經驗啊！迄天教書嘅呢，咁我就教個客家話叫過來，好，一個人教嘛係教，2個人嘛係教，4個人教嘛係教，大家就叫佢打片計叫過來，係成都係想講吼，係無客家話，就無客家人，好，咁唔個糾正客家話，就係糾正客家人啊，好，也係我哋經驗啊！咱哋設計我哋咧客語嘅教機，也就是我哋客語嘅教機，後邊係先嚟轉安尼嚟教，後就上嚟講下，再係一個我哋嘅作用，好一個作用嘛，佢神奇，打開落後，伊就係客語嘅名詞，後嗰度客語嘅名詞去當過，先嚟就嗰下去教，教嘅時間後就可以誘發伊哋學校嘅興趣，嚇，即係我哋係嗰度嘅安尼，屯先嚟強卡變相我哋咧客語嘅通用。我哋就想講，還有我哋客語嘅學習單，我哋出門先嚟帶過去，來同阿公阿媽啦，同人哋安尼阿爸阿媽鄉下嚟練習客話。我哋阿公阿媽就鼓勵跟人講伊看到人哋先嚟咧，看到人哋孫嘅，過去跟人講下，人哋親歡喜呢。我想講看到人哋嗰歡喜也咪係繼續下去教客話嘅通力。最好是哪個？最好是保秀。透過我哋學教嘅啲客語嘅教育啊，嚟影響我哋家庭啊，我哋家庭陪我哋客家話多進過去做我哋家庭生活嘅語言啊，我哋客家話可以世代傳承下去啊。